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。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使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翁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天天又开心。今日要跟恁讲的，就是讲尊重生命。哦，生命爱尊重。第一，就是生命。无论什么代志，你甲生命排伫第一，你就是尊重生命。袂使去伤害生命。唔通安尼乌白家己想要自杀，有诶无？这拢袂使。哦，尤其迄个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上开讲伊最近报纸你有看无？因老爸疼惜的查某囝，哇，全来跳楼自杀了。哎呀，这个代志真正哦，就唔甘诶。能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啊。哎呦，你讲国语讲得不错嘞。那当然哦。哥哥拄着讲着这查某囝，我嘛阁想着一个新闻嘛是安尼，18、9岁查某囡仔，啊，就交男朋友，这嘛是介正常啦，吼。但是呢，对于时大人来讲呢，会唔甘啊，会烦恼啊。第一，惊学业去影响着，吼。第二，可能工课上嘛惊会影响着。所以呢，老爸呢就来考劝查某囝讲啊，看会当莫遐尼紧交男朋友无，吼。结果查某囝安尼听袂入耳啦，就开始乱啊啦，乱到要自杀啦。老爸听者唔甘啦，佮烦恼啦，紧张者吼，心脏病发就转窜起来。哎呦，这个变得不好路啊！哎呦啊，你后悔都袂付呢。哎呀，若讲到咱的什么佛家的因果轮回吼，自杀嘛是最恐怖一件代志呢。你若上吊，你就是一直永远拢一直掉，每一秒钟、每一分钟拢一直咧上吊，一直咧上吊。跳啦，唔一直跳，一跳，就是永远拢是跳袂煞呢。对，除非说你投胎转世啊，但是听讲自杀的人吼。好像很难，对，当然卖自杀啦！你若想袂开的时候，听我卡1995嘛，要救救我！哎，啊要救救我！啊若无的时候，卡张老师嘛，啊张老师若无咧，无我靠我高老师啦，因为我捌做过理长吼，真正我嘛捌接过这种电话啊，我会甲解破，你是安尼要自杀，哦啊讲吼，哎。你应该看阮这天天又开心，那你就袂想自杀。对啦，重点就是吼，爱互家己的心情开朗啦，心情郁卒的时阵，找人来偷窥，安尼就无代志。啊，要安怎开朗咧？即摆就来欣赏咱趣味又搁轻松的得奖。糖啊，你足无规矩的，倒来偷听阿姑你讲话。哦，阿姑，我伫遐听遮久吼，我发觉到你真正足含慢讲话呢。哎。你吼连续讲3句，我改，我足改的。哎呦，人会惊啦！啊，你唔知影啦，即摆这社会上哦，唔爱安尼等阮社会遐济啦，直强的。你安尼哦？啊，人毋是讲吼，食紧弄破碗，你结婚时惊着。无要紧，那个我加传几地啊，对吧？我介意。哦，阮这个所在讲哦，空气上好。对啊，多谢你呢，啊，带我出安尼灰灰老老的，搁带我去一寡足好耍的所在。哎呦，免客气啦，坐。啊，你讲的什么话？你是人客，啊，我是主人呢啊，这是我的地头啊，带你出来佚佗嘛是应该啊。啊，毋过哦，我若是无熟悉你，我一定会足无聊的啊。啊，袂啦，你个人生了古水，有人缘，搁对人疼，啊，要交朋友迄毋较快。哪有啦？坤仔哥哥，你嘛真缘投啊。哦。因为你吼对我遮尔好，所以咧我决定要加大几工啊。啊，这是了。无欢迎哦。哦，欢迎咯！啊，你住愈久啊，我就趁愈侪钱啊。啊，你若住久来吼，阮房间甲你拍一日拍到尾啊吼，哎，啊，这你免钱啊，无得开。坤仔哥哥，多谢你呢，你做人真好。免客气啦。啊，对啦，安尼你遐济吼，我来头前仔买饮料互你啉吼。哦，好啊，我伫遮等你。好。
即马情形安怎？伊敢真心另外，无去怀疑。真实的哦。咱咧过去讲啊，咱就去下手啊，好好甲伊敲一下。哥，咱即摆明明就讲好是要出找头路的，哪会变出骗人啦？头路我有在找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我敢找有，敢有人愿意请我？啊，毋过我感觉咱无应该安尼做。我嘛无愿意啊。唉，啊，毋过咱两个身躯拢无钱啊，是要安怎过日子啊？阿妹啊，你相信阿兄，只要我找到头路，我就袂阁骗人啊。阿兄甲你保证，那呢，咱目前是照咱的计划进行。好啦，我知影我要安怎做。你等下，我先走。阿妹啊，嘿，妹啊，来，饮料来吼。多谢。免客气，我讲吼，等下啉啉的哦，我带来食阮这上好食的名产。好啊。阿公哥哥。汤汤啊。哦，袂歹嘛。哦，你这真有调。有，你看嘛，我这个画面安尼，你有欣赏无？有一点点啦。你好，我叫阿梅啊啦。你好，我叫糖糖。啊，对啊，我有听你姐讲你的代志哦。啊！阮姐这真正算招嘴呢。啊，有够家婆啊，啥物代志拢甲别人报告，好。不要紧啦，咱拢有熟悉，就是朋友啊。所以讲阿妹啊，你遐大人真看，你的个性哦，我喜欢。哎，即摆的查甫人吼，哪敢会晓讲一句我喜欢？啊，糖糖啊，这个我喜欢，除了我讲以外，还有啥物人在讲啊？就阮阿姑啊，就甲你姐讲我喜欢。哦，你讲这老弟哥哦？哎，还阮阿姑呢，较尊重的好无？什么老弟哥？歹势，那以后我无尊重，我较尊重你尔。妹啊，行，咱来食好料的吼。好啊，行，姐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这阿公哥哥，哪会对这阿妹仔遮好？阿公是介意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哥仔。哦。早顿拢穿好啊，紧去食的。哦。啦，昨暝哦，你阿妈明仔出去佚佗到少，晚才回来吼。哦。囡仔，咱加熟识朋友哦，是真好啦。啊，只要我那无反对啦，是讲哦，人个妹仔安尼查某囡仔人呢，你安尼甲人带出去佚佗，才晚才回来哦，会用讲闲话呢。哦。喂，我你姊啊呢？甲你讲这一话，啊你甲他哦，会使加因一句无？哦。姑仔，你是为着昨个代志，还搁咧生气？因为你无甲我讲对不起。苏咪马先呢？安尼会用的无？跳，安尼嘛较差不多。来，姐你坐，我甲你讲吼，人我带迄妹仔出去吼，人个妹哦，我单纯的，敢若全世界，我甲你讲吼，两个安尼吼，哎呦。
这个少年囡仔哪会困伫咧公园啊？少年诶，起来啦！啥物代志啦？莫吵！啊，你困踮咧公园哦，安尼是会感冒呢。起来啦！哦，我知影啦。种少年诶，我哪毋捌看过你啊？啊，你住倒位啊？胡里长，你住海边啊？你管正看呢你？这少年人我哪毋捌看过啊？敢会是外埔头来？知哦，嘿啊，没有，我偌单纯，你知哦？啊，佮再去食迄个山产店啊，山产店，我遐毋敢食，遐毋敢食咧，啊，鸟车嘛毋敢食，迄个。不，这你唔知啦，我说你吼，你讲我唔敢食，食一点啊，我一盘，搁一盘，哎呀，要袂啦，我说你吼，你一盘食无，我隔壁个话食海产，搁食伊嘛食呢。真奇怪呢，啊，你若咧心情歹吼，我若问你，啊就吼，啊心花若咧开吼，我像咧鸡要卡转来，话拢袂停呢，你讲甲嘴袂切啊，啊，搁较袂忝，我忝人足忝的呢。这下你讲得敢对哟？你是我阿姐呢，啊我哦对昨个所有的代志拢甲你报告经过，安尼有啥唔对哈？是无唔对啦，啊重点是吼伤啰嗦，讲伤济，我听甲耳仔结烂。唔是啦，你唔知人咧话。啊，真正要讲继续哦，李姐，搞早，没啊，啊昨困了好无？舒适无？真好啊，迄房间水，面床讲软，我困了足舒适的呢。哦，你都唔知我偌用心的了，我今日去互网订吼，专工吼，迄做人遐甲你拍网，佮煞咧吼点网仔香，佮插电蚊香，佮用捕蚊灯，佮用迄天空枕头，佮用迄死鸭皮，佮煞咧惊伊去互网仔加着。啊，皮啊，佮用迄个个棉被，佮安尼佮盖起安尼哦。啊对。啊，佮底棉被下面哦。哦，有影实在呢。你敢讲，我真正唔敢听啦。透早就互你插甲伊迄叫，害我强要冰白。喂，这摆才想到，你这人啊，真无礼貌呢，你都要共偷听呢。是你讲我伤大声啦，什么偷听？请阿伯调早哦。叫我饲阿伯，你叫伊棍仔哥哥，叫伊丽丽姐姐，你叫阿伯。安尼伤咸啊啦！好啦，咱食老爱认老，聚会人安是尊重你，莫计较啦。红色的呢，红色的呢。哦，你哪会怪名啊？对不对？啊，叫阿伯拄啊好尔。歹势啦，啊无我叫你青仔哥哥。我跳起来了，我耳仔规个拢好轻松起来，真正甲我讲话，反应阁好，是人阁生得水，跳赞。多谢你的好咯。对啦，迄个阿妹啊，我早顿传好啊呢，啊你也无去嫌无，含咱做伙食。免会去嫌，只要是丽丽姐吼，你煮的早顿一定好食啦。哦，妹啊，安尼我念你出来食早顿吼。好啊。好，行。大家早早。早早。要上课啊？嘿啊，要上课啊。哦啊，对，糖哦，我咧讲吼，我昨有看气象报告啦，伊讲今仔日吼早晚温差大，吼暗时啊吼会较冷，啊你穿安尼吼，你这是你创啥？你创啥？黑白消磨，你讲就讲，安尼消磨，手还冻。唔是啦，伊迄像你无远的，我今日去看到啦。骨人斗的代志。不，爱甲关心者，你去吼，爱记哦，早一点播的外套吼，啊，倒当暗他穿吼。哦，啊，你可会去你关心我哦，你毋是干那关心阿妹啊就好啊。你放心啦，好，我有放一领外套，啊，若寒的时阵吼，我会直接穿。啊，那哥哥。喂。你真关心糖糖哦。当然咯，我关心糖糖，啊嘛关心你啊。我要来上课啊！好啊，较细腻哦。糖再见咯，糖糖拜拜，糖糖拜拜。啊对了，丽丽，你带阿妹啊，入去食早顿，我甲群仔有话通咧讲。哦，好啦，歹势。阿妹啊，咱来食早顿，滚啦，咱来去水产头你看下。好，你去食，等下我带你去参观水吼。好啊。好，你就大大食，唔好见着吼。我等你哦。等你个头啊，等你！小姐，我问你啊，我互你问，你个对糖糖遐尼好哦，而且佫对迄个阿妹也袂歹。
你到底是想要安怎？你讲？你讲这嘛真笑亏，我拢关心你，安尼有啥唔对？你安尼吼，我甲你讲，毋过你对堂堂敢若有不良的企图，你若真正吼，你要甲害伊吼，我就甲你教起来。喂，你讲我咧唔对呢？我还未娶，因两个拢还未嫁呢，对无？我两个因两个甲我拢大家拢有选择的权利啊。放心啦，姊啊，我袂一届娶两个啦，所以若袂我嘛休一年才搁娶第二个。我甲你扒咧，我甲你讲，我有一摆娶一个，这过两年才搁娶一个。甲你讲生就的啦，莫生气啦。你一岁人，你都唔知人迄台湾哪会滋味偌创的了。人讲有人告诉我，恋爱最快乐，我能证明恋爱最快乐。爱人不要多，只要有两个，爱人多两个就多。爱情太沉默，所爱说什么？我在口里面有这我在说。一个敢若笑的，你行桃花运，你消桃花，是讲这桃花唔知好啊歹哦，应该是烂桃花。要找一份头路，敢真正这么困难？我即马是要安怎才好？哥，阿妹啊，咱讲你一个人，是毋是迄叫困的我插你啊？唔是啦，我是偷走出来。啊，你石头找了安怎？嘛是共款啦，拢是听到我拄互赶出来，就我用我。无要紧啦，唔通失志，啊，继续找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找到头路的。无路用，以前我记录无好，迄是事实，这无法度改变。哥，你一定爱振作，袂用咧认输，一定爱继续找啦。好啦，我的代志我家己会处理，你紧转去民宿啦。有消息啦，我会甲你通知，紧转去啦。好啦，那我先转来啊。小姐，你是咧看啥？头等咱迄个查某囡仔，你敢有熟悉？查某囡仔，你是咧讲啥？我唔知影，我无熟悉啦。先生，先生，奇怪，迄个都阿妹啊无唔对啊，两个明明就伫遮咧讲话，哪会讲无熟悉？拄则讲，会知伫咧公园看到一个生分人困咧椅顶。系啊，看迄个少年囡仔眼神哦，怪怪的，口气阁无介好，我感觉哦，伊一定有问题。当然，既然有问题，你也无爱甲问较清楚的，安尼凊彩就放伊走。啊，我也毋是警察啦，要哪有啥物权利去查人的身份啦？就是钱啊，你嘛足急性的呢。啊，人会长哦是咧怀疑人尔。有影啦，咱开这民宿一定要较细腻的啦。系啊。若无咱讲去互骗去，啊，这风声出去，足侪人拢唔敢来遮住啊，到时咱损失就惨重，对无？对啊。妹，你看阿妹啊无？规工在在咩，你一只敢若花蝴蝶咧，去站落落味共款咧，啊对上对落，即摆人拍无咱啊，找阮讨人嘛。我哪里敢对？我就足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天天又开心要发咱的小骨头，把酒看第一过，
卡打碟会。哎呦，这有意思哦，这句捌听过。哎呀，讲来听看嘛。这是讲你吼头前，敢若看到头前无过咯，后壁安尼。哦。啊，头前个字个，啊，你看拢有啊，后壁吼，迄输偌济，还是讲了偌济拢唔知啦。看到头前个好处，无看到后壁迄厉害关系。可比安尼好嘛？一个水查某仔水当当伫你面头前，你想要去甲拍，结果叫后壁安尼讲甲要死啊！哎呦，拍到人个指来款啦。对啦，尤其迄乌道。哎呦，断脚断手哦！哎呦，我爱先问我清楚。你两个讲哦，电视就想起啦。啊，起来大家爱啊。爱安尼啦，然后我即摆想法是讲吼，像即摆毕业潮嘛。对，啊，前几人毕业，啊，拢会出去打工探钱呀。哦，这打工的陷阱是很多的，对不对，妹妹？真的就这，因为今麦有个女孩子跟她讲，哎呦，恁做 model 啊，做艺人就好的啊，拢穿水水个安怎？对，就想讲啊，我来找一间经纪公司要去翕相啊，要准备要送去啊公司看，结果拢去行拍亲娘照，结果拢去行勒索。哦，本来是讲要像林志玲对啊，啊无就是去行性侵。哎呦，所以会真少。但是即摆政府吼，听讲吼。有迄个调薪水啊，打工的薪水，打工，你也加油的啦，创啥，迄种叫算点钟的嘛，一点钟98块，安尼袂歹哦。咱的利润还会记的呢，管理。我嘛就想讲，咱也无容易，我要来打工。真的假？你是要打什么工啊？我就1点钟98。哦，刚才迄嘛准时的咯。讲到打工，来加油较好势。我儿子嘛甲我讲，伊毕业要打工呢。是啊。然后我甲咱导播参详，讲咱毕业了后，来咱天天开始客串。打工哦，啊来，咱袂好啦，你算点钟诶？不要紧啊，嘿，啊，就反正陪妈妈伫咧啊，对无？伊陪你2、4点钟就偌济钱。无啦，咱农业加加是10点钟尔嘛，啊10点钟伊就1000块通台。啊，唔叫短个时间啊，做咧。你这个足安全，喂，人我那帅哥呢，已经跟你参照差不多啊呢，免收你哪去。来，我无饭好食。没啦，这个吃的。好啦，哇，时间过得足紧嘞，咻一个30分钟又过去啊，得个跟恁讲再会咯。咱今天天又开心嘞，要奉劝观众朋友，做任何代志拢爱啊，关前过后。我一道，阮感谢，因为阮会愈来愈不惊受伤害。阮感谢，因为阮会愈来愈袂听，凡事一半，世间乌白拢掺一半，烦心一半，非凡。